唉，大家好啊！嗱，歡迎嚟到跨春 wing 嘅頻道。嗱，今集呢就想講下黎智英案啦。咁黎智英案呢，琴日終於有結果啦。咁樣呢就被判罪成嘅。咁有人歡喜，有人愁啦。咁歡喜嘅梗係正常嘅大眾市民同埋我哋國家啦。咁仇嘅就係嗰啲黃絲黑暴啊，同埋嗰啲外國勢力啦。今集呢，就我盡量嘗試高呼下，睇下可唔可以講下黎智英到底會點解會搞到今日咁嘅田地嘅。嗱，咁開始之前呢，就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分享影片同埋撳鐘仔。咁每次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㗎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讚啦。唉，其實黎智英呢單案呢都擾攘咗好多年㗎啦，都咁多年嚟，其實佢利用壹傳媒，即係佢點樣去抹黑政府，佢點樣去妖魔化我哋國家，點樣去美化啲暴徒，無論我哋可以睇到喺佔中啦，甚或者係黑暴事件啦，咁佢哋都好美化嗰啲暴徒嘅。咁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即係有好多時過往呢，我記得細個嗰陣時，陳健康事件啦，即係佢買通陳健康去，即係做假新聞去，即係去揾女啦。甚至乎過往其實佢嘅壹傳媒點樣去用狗仔隊去滋擾啲藝人啦，甚至近年其實可以睇得到，其實佢無論你喺佔中又好啦，喺黑暴事件都好啦，佢點樣去妖魔化我哋國家，尤其是我哋妖魔化我哋嘅特區政府，甚至乎尤其是係點樣去抹黑我哋嘅執法人員嘅。咁呢啲其實咁多年嚟呢，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呢個咁其實最癲就係2014年啦，佢親自參與佔中運動啦。係啦，咁甚至乎其實我記得最癲係一次就係，其實我睇過一段片就係呢，佢喺國民黨趙少康嗰個訪談入邊呢，佢竟然夠膽死同趙少康嗰個主持講啊，話其實外國勢力真係好重要㗎。咁就可以保障香港嘅民主自由。哇！你真係講真嗰句，你都幾膽大包天嘅喎！你竟然喺呢啲公開訪談嗰度話外國勢力好重要，甚至乎其實有一直以嚟，無論你喺國安法之前同國安法之後啦。黎智英呢，就多次連同泛民陣營嘅李卓人啊、涂謹申，甚至乎係政務司司長前嗰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呢，成日都飛去美國嗰度呢，去同嗰度啲政客會面，甚至直情係要求
美國係簽嗰個人權民主法案去制裁我哋特區政府同香港啊。之所以其實林鄭月娥或者我哋而家特首李家超或者係一啲嘅高官啦，我記得鄧炳強都有嘅，就都喺美國嘅制裁名單入邊嘅。咁所以其實黎智英其實基本上佢係搞亂成個香港嘅一個可以話推手嚟嘅。其實你諗一下，其實點解其實一個傳媒老闆可以咁明目張膽咁樣去約嗰啲美國嘅官員同政客嘅呢？又唔見其他商人會走去約美國嗰啲官員啊、政客去食飯。咁其實大家睇到其實真係好匪夷所思嘅。可以睇翻咧，其實咧，琴日啦，其實去聽審嗰陣時咧，佢有好多嘅美國嘅即係外國嘅領事咧，都會走去聽審嘅。亦都某程度上，亦都係反映咗其實根本上咧，黎智英咧就係外國嘅勢力插喺香港去進行呢啲嘅反國家嘅運動咯。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尤其是呢個逃犯修訂條例啦，即係由逃犯修訂條例去到暴動啦，甚至乎制裁香港啦。咁佢嘅言行都可以話係嗰啲文章係可以話推嗰啲嘅年輕人係去送頭嘅。因為你睇翻過往佢嗰啲文章去點樣去支持呢啲嘅好聽啲就叫社會運動，直情係呼籲年輕人參與喎。即係咁樣，其實你仲唔係發布呢個煽動刊物？更甚者咧，其實咧佢後來仲發表嗰個《蘋果日報》嘅英文版咧，係英文版喎。其實佢根據佢嗰啲嘅高層啦，張劍虹啊、陳沛敏就發表啲英文版咧，咁內容咧根據黎智英嗰個指示咧，就係一定係發布啲對國家不利嘅新聞，咁就活得㗎啦。即係哇！你咁樣其實你係咪真係好想真係呢個我哋國家冧檔呢？即係可以睇得出其實黎智英呢條友呢，其實就一直以嚟都係用佢嘅傳媒機器去抹黑我哋政府啦，甚至乎係想試圖去勾結外國勢力去搞我哋國家啦。即係佢可以睇到其實佢希望用到傳媒去推翻我哋國家同特區政府啊。所以其實點解都可以話俾大家知道點解佢咁支持話一定要有佢哋口中嘅真普選呢？就係因為佢希望即係泛民佢哋可以推一個反國家即係反中央嘅特首出嚟，咁就可以圖謀佢哋嗰個分裂國家嘅大計。咁其實所以話一樣嘢啦，今日呢，黎智英可以搞成咁樣呢，其實都真係可以話應有此報啊！即係你去到國安法成立之後，你仲夠膽死話要求美國去制裁香港嘅，咁
你做嘅嘢係罄竹難書咯。有啲人會話咁其實咁之前嗰啲唔計嘅喎，因為國安法冇追溯力㗎嘛。但係其實呢，國安法確係有一個連貫關係嘅，即係如果你之前去到國安法成立之後，你都仲繼續做嘅話呢，咁之前嗰啲你嘅行為你都一樣係計起在內當中嘅。咁所以話呢，即係自古以嚟漢奸冇好下場，就係咁解啦。我哋呢件事其實應該睇到咧，其實外國勢力咧，其實就不停咁話要求要釋放黎智英啦。咁記協咧，即係黎智英所屬嘅組織啊，即係即係跟隨黎智英嗰個記協組織咧，就話對黎智英被判監咧就感到遺憾。咁其實你講得出呢啲嘢，其實講真，你記協你都冇咩公信力㗎啦，係咪先？即係我想你明白一樣嘢，香港係有新聞自由，亦都唔係話唔俾你批評政府，但係你批評得嚟，你有冇俾啲建議方法，好嘅建議方法去建議政府點樣做先？你冇嘅，仲要係不斷咁樣去煽動人哋去上街去憎恨政府嘅話呢，咁樣呢就真係好大問題咯。係啦，咁我哋國家同埋特區政府呢，咁我哋啲正常人就梗係見到佢被判罪成啊，梗係開心啦。咁香港呢，就真係，雖然而家嘅香港嘅政治環境又或者個經濟環境都唔講得話好好，但係呢個係全球性嘅問題。但係如果黎智英唔判罪成，個《蘋果日報》都仲喺度嘅話呢，我又不停咁鬧政府點樣無能嘅，咁其實一嚟無補於事，二嚟亦都令到成個社會撕裂，其實對對成個社會冇幫助咯，令到社會停滯不前，去煽動其他人去上街去反政府呢。其實根本就係一個搞破壞行為。黎智英真係罪大惡極㗎，係呢？嗱，今集分享呢就到呢度。